溫西孖蒲區作為貫穿南北兩地嘅中心點，佢哋嘅生活配套有幾齊全呢？而未來發展又係點？我哋一齊睇下。孖蒲區嘅主要幹道分別係 Granville、Oak 同埋 Cambie， 而孖蒲區係溫西南邊嘅主要出入口，鄰近 Richmond 同機場，揸車10分鐘就可以去到，去市中心15分鐘就到。而區內更加有 SkyTrain 站連接，非常方便。孖蒲區裏面本身嘅生活配套非常完善，可以滿足你所有嘅日常需要。呢度齊集銀行、超市、酒樓以及各類型餐廳、購物、飲食一應俱全。另外，區內嘅康樂設施亦相當完善，有唔少公園同 golf club， 無論想做運動定係休閒散步，都能輕鬆滿足到你嘅日常需要。而未來成個孖蒲區內都有好多變化。首先講 Cambie 街。Marine Gateway 第2期計劃，除咗有住宅之外，更有2英畝嘅 Rooftop Public Park 同超過37萬平方尺嘅工商業空間。而隔離屋街現時已經將67街同屋街十字路口位置設為 Villages。除咗有餐飲同各類型商店之外，未來更設有 office。而位於59街嘅 Marple Oak Ridge Community Centre 已經開始翻新改建，亦即將完成。翻新後面積超過10萬平方尺，當中最特別嘅係將會有托兒所。未來成條 Granville 街將會進行活化，將重點改善行人路同埋增加公共休憩空間。而位於8386 Granville 街嘅圖書館將會進行擴建。除咗區內發展，住喺孖蒲亦可以輕鬆享受到鄰近地區嘅大型建設成果。揸車5分鐘就到即將落成嘅 Oak Ridge Park， 將會成為居民購物休閒嘅另一個世界級選擇。下一集我哋將會講下家長們最着緊嘅題目教育，想知多啲就唔好錯過啦。